亲爱兄弟平安，咱伫礼拜前来锻炼两首圣诗。第一首是273首，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圣。这首诗应该是讲咱信主的人，伫主日来到圣殿，还是伫线顶，咱组织做伙开喙，对心底来唱出俄罗至尊的主宰的一首诗啊！所以咱咧唱的诗，就是过去一年久，上帝安怎甲咱引带，安怎甲咱医治，安怎甲咱解决困难，咱就爱安怎来献上真多的感谢的一种俄罗。伫启示录第4章第8节有讲，4个画面各有6个室，周围甲内面遍身拢有目睭，暝日拢无休困得讲，圣在圣在圣在，主上帝，全能的，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伫地的。咱这首诗拢总有3节。第一节就是讲，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；第二节讲，永远的天父上帝是定；第3节讲，全能的君王上帝是义。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咱不管时拢爱学乐的上帝。咱来吟。第一节，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圣，咱的民众着点真恭敬，心肝上谦卑，承受真理。有你无限，对真人无限，主上帝基督以属乎咱。第2节，因我的天父，上帝是定，以圣事圣行，以咱献生命。求主保惠，赦咱的罪，咱的福音干净咱着罪，七罪恶落主，任哈利路亚，全心服侍主，日日拢无涯。第3节。因灵的君王，上帝是因，咱着顺服伊，伫我命福庆，慈悲的不灭，审判人类，咱着经反悔，享受恩惠。心都入天堂，天更欢喜，请心亲像伊，放我落吟心。应该讲，这首诗咧吟的时候，是安尼会流汗啦，会流汗。我即摆在流汗，就是讲爱用你的全心神来学乐，来学乐。每一字拢甲下重音，至尊，我是袂晓唱啦但是就是爱用心，用心神来唱。咱第一节过来试看觅，看会较有力无？来第一节，
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神，咱的面前着点真恭敬，心肝着谦卑，承受真理，将我来极大的慈悲。主上帝全备，伊恩典无限。主上帝的那意思好难。第二首就是今仔日的讲道者牧师讲道的主题，就是看教搁做证，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。34节咧描写耶稣受洗礼的记述，甲今日早祷会的马太福音同一个描写，就是耶稣受约翰的洗礼，有天出声讲，这是我所听的囝，你着听伊这首诗呢，至圣的天父是甲拄则迄首真无共款，就是伊是一个听讲道了一种家己的定心的祈求甲决志，祈求甲决志。所以咱唱吟这首诗的时候，咱就用祈祷的心来吟，咱来吟。稍等咧，我小可绕高去，因为这首诗爱特别介绍，就是咱应该有听过陆先春牧师啦，陆先春牧师伊所写的这个曲甲词拢是伊写的。这个陆牧师呢，伊是1908年，就是民国前3年出生的，对淡水教会出生。伊23岁对台湾新人医毕业了，去日本。先让伊深造，但是伫伊毕业迄年，伊就写这首诗，这是伊写的第一首圣诗，就是这首至圣的这个至圣的天父求你阿罗听。但是伊过4年27岁时，伊对日本挑工转来参加一个大家教会领袖会时，伊写第2首诗，就是。圣诗348首，咱真熟，咱较早拢唱过。求主教示阮祈祷，求主教示阮祈祷。这首诗，伊的一生活到80岁，伊拢做2项事。第一项就是翻译圣诗啊，毋是圣经，翻译圣诗，咧教导安怎唱圣诗。第2项，伊20年久的时间，在做山地的宣教，所以是一个足受人敬佩、咱信仰的前辈。安尼解说了，咱来唱会较有感觉。来，第一节，至圣的天父。求你阿罗听，愿你的宣声，甲是阮三听，温柔个谦卑，地行那家天，当日后客经，听人亲像。你第2站，求你引带我，为欠顺心愿，那伫你面前献出予你看，予阮为我心地主的脚步。
巴郎，主心看耶稣。第3站，掌管确实在，你是上君王，我虽望传用，你的开来断，对酒干苦事，愿到是真，多这三听，好愿无帮你。阿门。咱准备心来做礼拜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仔日是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，嘛是约定奉献主日。奉献台仔伫座位的头前，请咱来准备奉献。即马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，走噶。上主的目睭看敬畏伊的人，看仰望伊的慈爱的人，要救因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保存因的活命伫饥荒的时。阮的心神平素听候上主，
伊是做阮的帮赞，做阮的盾牌。阮的心要倚靠伊来欢喜，因为阮平素倚靠伊的圣名。上主啊，愿你的慈爱临到阮，照阮所仰望你的。即马，咱做伙来吟圣诗阿罗上帝，圣诗273首，圣诗273首，请起立。即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做伙告别咱的信仰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宰司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，受天。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佮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佮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大家用启应文第26篇圣诗篇111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要称赞上主，伫正直的人聚集的大会中，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赐冕旒，互敬畏伊的人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。伊的手的所做是信实公平，永远袂改变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定永远的约。
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愿伫天灵的爸，创造宇宙万物、全能永远的主宰，阮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有智慧、有大权能，搁温柔慈悲，互阮来到主的圣殿敬拜你的时，阮就感觉安然自在。阮的重担、忧闷、快乐，伫你的面前拢放落。阮因为伫主的应影保护内面，毋免惊吓，会当安稳，会当安歇。有主做阮的盾牌保护，是阮上大的福气。主，阮要为着安尼来学罗你，感谢你。主，我嘛要感谢你赐予阮一年的开始。每一摆有新的开始，就是予阮新的机会换新，会当拄起旧的家己。有做阮感谢你赐予阮伫你的内面有换新的权利。你通过圣经教示阮讲，无伫甲即个世间相款，要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阮就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顺全的旨意。主，阮想要明白你的旨意，甲主来同行。恳求你教阮学习安那来换心心智，来变化家己，安那来学习基督的模样，成做主你尽忠的路步。我要学习尽心疼别人，注心看耶稣。主，当阮回顾过去旧的家己，阮有侪侪过失，对上帝无够有信心，比较常常忧闷烦恼，想要用家己的方法来处理代志。对人无够有疼心，比较常常得罪人，也得罪你。阮也无够尽忠，无够尽心。袂晓管理主你交予阮的时间、才能甲温事，主求你赦免阮的罪过，怜悯阮的软弱，也求主你加添阮的气力，扶持阮行伫主所指示的道路，学主的教示。面对新的一年，阮无明白世间的变化会安怎，我嘛毋知疫情敢会真正结束。我嘛毋知公义敢会实现，所有的病痛敢会得到医治。但是阮只有求主你的国临到，主的公义甲你的旨意临在伫即个土地，甲主你所眷顾的人。松山教会是你的手所设立的，求主你祝福帮助教会的逐项事工，会当利益人，荣光主。使用松山教会诚做为主传福音的所在。我们将今仔日的敬拜甲祈祷拢摆咧伫主的面前，求主你按耳孔听阮的声，也指示阮明白主你的旨意。即时，我们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来念。
请做伙来公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29节甲34节。请咱掀开圣经，约翰福音第1章29节到34节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105页，104页，咱看到现圣经，若是看到来看圣经。第29节，隔日耶稣看见约翰看见耶稣就问伊，就讲：你看上帝羊羔，就是担当世间的罪的。即个就是我所捌讲，有一人对尾我来，诚做我的代先，因为伊本代先我之地。我本毋捌伊，独要互伊显明伫以色列人，所以我来用水行洗礼。约翰阁干净讲：我捌看见圣神亲像钱仔对天降落，跳伫伊顶面。我平素毋捌伊，独找我用水行洗礼的，甲我讲：你看圣神降临，跳伫伊顶面，伊就是用圣神行洗礼的。我捌看去来干净，即个是上帝的囝。请黄铁彦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。看到甲做证，三甲做伙来祈祷。至诚的主上帝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头前，求你找圣神甲阮三甲伫地，互阮通将阮的欢喜快乐甲你分享。阮的忧闷、伤心、痛苦，放落伫你的面头前。主求你的圣神，即时互阮通过敬拜，通重新得到快乐，来跑走阮着跑走的路。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旧年2022年。咱伫疫情的中间，游园咧庆祝马偕牧师来到台湾宣教150周年，有侪的庆祝活动，有大型的组织，有学术的研讨会，嘛有真侪的比赛，也是闹热。咱用安尼。来欢喜庆祝北台湾的宣教，但是当咱欢喜庆祝了后，是毋是咱阁转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？因为北台湾的宣教150年，咱甲所有的焦点拢下伫马偕一个人的顶头。咱拢是伫马偕一个人的顶头，讲咱都爱学马偕，咱都爱做门徒，咱都爱去传福音。弟兄兄弟姊妹，若叫咱大家学马偕，有啥物人愿意咧？愿意的请举手。无人举手的时，学马偕到底咧学啥物？其实。当咱阁转来反省的时阵，咱知影马偕是一个真重要北台湾宣教真重要的一个宣教士。但是毋通袂记得，这个宣教士，伊若无伊的母国会甲伊差派，伊若无加拿大长老教会甲伊差派，伊若无伊的母国才会教会兄弟姊妹伫遐为伊。祈祷，为伊的事工奉献。你想讲，马偕牧师，伊敢有法度伫遮来承受遮个代志？伊若无加拿大长老教会侪兄弟姊妹为着伊伫台湾的事工，伫遐为伊祈祷；若无因遮个兄弟姊妹为着伊的事工，伫遐为伊奉献。马偕牧师敢有法度成就今仔日咱伫遮咧夸口遮个代志？当咱来反省遮个代志的时，
你就会发现到讲，到底信仰是什么？信仰其实是要互咱会使对一个好亲像咱看会到的代表人物，亲像马偕，成做一个北台湾宣教的代表人物。信仰是要透过这个代表人物，然后互咱去学习迄个看袂到的信仰精神。咱就要对这个所在看会到的人的代志去学习，要怎样去学到迄个看袂到的信仰精神。伫遐马偕牧师这个人的后壁，其实就是长老教会、加拿大长老教会这正信徒会友，因伫遐不管是为着伊伫台湾的事工，伫遐来祈祷，也为着伊的事工伫迄个所在来奉献，才有法度成做咱伫旧年伫遐会使来庆祝马偕伫台湾宣教150年。今仔日是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，其实伫这个主日就是咧提醒咱这个功课，咱就爱时时为着咱差派出去伫外国的宣教师为因祈祷，为着因的需要，为着因传福音的需要，伫遐来奉献，支持因伫外国的事工。咱伫这个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的时，三甲做伙来看《约翰福音》第1章29节到34节。我毋知当咱咧读的时阵有啥物感受？当咱咧读的时阵有啥物感受？真歹势，迄个字有走去吼，所以互咱看袂到，看着乌乌尔。可能咱读过会感觉讲真顺。这段《约翰福音》第1章29节到34节是咧讲到行西的约翰伫遐咧谈论，伫遐咧介绍耶稣是什么人。但是咱若搁一遍甲读2-3遍了后，有可能你会发现到内底好亲像有矛盾的所在。内底好亲有像有迄个矛盾的所在，迄个矛盾伫什么所在咧？是安怎？约翰一方面咧介绍耶稣，讲约翰看到耶稣行过来，就甲因讲：恁看，上帝羊羔，伊要除去世间人的罪。我伫迄个所在讲，我有看到圣神亲像粉鸟对天降落来，但是。一方面安尼咧介绍耶稣，一方面伊搁伫迄个所在讲我家己嘛毋捌意。一方面咧介绍耶稣，一方面咧讲我家己嘛毋捌意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若是一个生理人，咧介绍家己的产品的时阵，讲我嘛家己毋捌用过。你想即个产品会有人去甲你买无？约翰却安尼咧介绍，好亲像伊的介绍真无负责任共款。咱安尼读落，有可能会产生即种疑问：伊的介绍，伊伫遐看到耶稣行过来，伫遐所讲的话，讲了拢甲伊讲一句话，讲我家己嘛毋捌意，好亲像真无负责任共款。但是当咱好好来思考，伊伫遐咧讲这个话内底，其实。是想要表达遐咧讲出信仰的真理。咱会使看到，伊即个内底有3解去讲到看即个字，3解去讲到看即个字。29节讲约翰看见耶稣行过来，就讲恁看上帝羊羔，伊要除去世间人的罪。32节，伊搁伫个所在讲，我有看到圣神亲像粉鸟对天降落来，歇伫伊的顶面。到第34节，伊讲我已经看见，我有看见，搁做证，
这位就是上帝的囝。咱会使看到伫迄个所在，短短的几节圣经内底，三界咧提起看见即。其实约翰伫迄个所在咧讲什么代志？伊有看见，毋是干那看见咧，伊看到耶稣行过来，行过来，甲因讲恁看。毋是家己看尔，伊阁叫因看。伫迄个咧叫因看的中间，约翰其实咧甲因讲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就好亲像伫旧约圣经内底，当上帝照着以色列人的要求，伫遐要选出因的王的时阵，伊甲撒摩尼讲，毋通看伊的外表甲宽大的身材。我无选伊，因为我看的毋是亲像世间人，人看外表，我看内心。其实约翰犹原伫遐不断的讲，恁看好，我看着也好。伫遐咧甲人讲的，其实都好亲像上帝咧甲撒摩尼讲的即句话共款。爱人毋是干那看着外表。约翰，假设咧约翰要讲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毋是看着外表，爱搁对迄个外表看落去，搁较深沉的代志，搁较内层的代志，迄种的意涵，迄种的内涵到底是甚物？换一句话来讲，假设咧约翰爱咱去学习，要怎样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代志。要怎样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代志？当时咱安尼咧讲真抽象，但是咱就知看，有当时真正看了无明。我会记得我带我的细囝，迄当阵伊读幼稚园，带伊去到屏东的海参馆。去遐看遐鱼啊，带伊看，我嘛安尼带伊看，伫遐咧讲哦，迄什物鱼，迄什物鱼，看了要食饭的时阵，其实看鱼啊，什物形我已经袂记哩了啊。伊甲我讲，爸，迄纸敢会使用？迄个餐巾纸会使用无？我讲会使。伊讲，互我一支笔，伊就将伊摊桌所看到遮鱼啊，拢甲画出来。我发现你讲，我咧看，甲伊咧看，哪会差遐尼济？我看过了就袂记入去啊。伊看到了，有法度甲伊画出来。啊，是咱咧看，伊凡咧讲迄个看，其实都好亲像我的囡仔，迄个幼稚园的囡仔，伫遐咧甲我教共款，看毋是敢若看过就好啊。爱有看到变做家己的迄落。哪有可能伫遐读落的时阵，谈多迄个问题会走出来？是安怎讲遐尼济，佮讲伊毋捌你啊？介绍遐尼济耶稣，佮伫个所在讲我家己毋捌伊，看见却毋捌，毋是出现一解，出现两解。31节伫个所在讲我家己嘛毋捌伊，33节佮讲一遍，33节佮伫个所在佮讲一遍，我家己嘛毋捌伊。行势咧约翰咧甲讲迄个看，迄个人捌毋是敢若看尔，看以外，佫爱敢若佫有体验。因为敢若看，无去体验，无去甲遮个印象下伫家己的头脑内底，下伫家己的心内，有可能会亲像先知以赛亚伫遐咧指责的，上帝咧甲指责遮个人，也是耶稣伫迄个所在咧讲的，讲。因听有听见，但是无明白；看有看见，但是无了解。有可能咱咧看时常拢是安尼，看过啊，就无去啊。信仰内底迄个看，毋是敢若看尔，爱搁较深入去内底，爱去看到内涵。所以爱认捌，毋是看尔。假设咧约翰对看了，家己讲我毋捌伊。伊迄个所在，其实要引带人讲，你搁爱搁较深沉伫遐咧看，迄就是咱爱通过灵修甲操练，
咱才有法度伫迄个所在会使搁较亲近入去，毋是干那看过呢。有一个耶稣会的神父，伊最近出一本伊的灵修日记，叫做《孤单的喜乐》。这个神父，这个遐字阵拢变无去啊！吼，这个神父其实伊伫迄个所在咧讲，伊本来伫辅仁大学咧做学生工作，去互调去伫光启社。1973年去互调去伫光启社。1974年伊咧做灵修的时阵，伊伫咱咧讲退休会，也是讲因咧讲的闭境灵修的时阵，伊伫遐咧讲，咧灵修的中间，伊家己安尼写讲，甲我为学生的工作相比较，我对目前的工作减少了一点仔兴趣、兴奋感。甲情感上的快乐，伊遮一开始迄种的兴奋感、甲成功已经拢无，真有可能永远都无啊！日行的工作已经开始伫遐设定，也对愈来愈正对每一天的规则，伊伫咧所在。家己咧灵修的时阵，讲我对我即摆工作，互派来伫光启社，咧做即种的媒体工作，伊感觉讲，迄个兴趣无去啊。伫安尼中间，伊伫遐咧甲上帝对话，伊伫灵修的内底，伊伫第3天虽然有即种感受，第4天的灵修日记内底伊安尼写讲。耶稣今年调我不知到拿撒勒度一日过一日的目睭生活，然后伊伫遐写讲光启社甲我的视听工作。伊讲迄是咧度目睭的生活，拿撒勒咧度目睭的生活。上时也进入拿撒勒外面的沙漠，伫遐孤独、冷清、肃静，因此。伊通对我发言，伫一个真生动的木管内底，伊用真白话甲我讲，迄个伊就是耶稣。伊讲耶稣用真白话甲我讲，若是你总是要甲其他的人做伙佚佗，我要怎样接近你咧？我要怎样对你讲话咧？甲你讲，我听你。当你去对因讲是的时，嘛是咧对我讲无爱。甲我搁较常去到伫沙漠内底，伫遐我会甲你讲，你遐个你想要听到，而且你需要知影的话。伊讲伊伫一过灵修的中间，伊去听到耶稣伫遐咧甲伊讲，伊搁较认捌讲。对伊真喜欢的学生工作，甲调伊去到伫光启社，诚做一个伫遐咧做媒体宣教的事工的时阵，其实伊心内有真大的失落感。但是伫遐，伊通过灵修，伫遐认捌，伊爱阁转来到伫上帝面头前，伊需要阁转来甲耶稣基督三甲做伙，认捌。其实就是咧讲即件代志，毋是甲咱看到尔，是爱搁较深的内涵伫迄个所在。毋敢若安尼尔，咱看到伫迄个所在，耶稣到约翰到第34节讲，我有看到搁作证，即位就是上帝的囝。咱看到伫遐，耶稣是上帝的囝，即个就是。约翰伫遐想要来介绍的目的，约翰的态度是虽然无完全了解、无完全认捌，但是伊照伊所认捌的，伫遐来见证。伊通过伊所认捌的，伫遐咧讲看上帝样歌。伊通过伊所认捌的，讲有啥伫迄个所在咧甲伊讲，讲。
若有圣神降落来歇伫顶面迄个，伊就是要用圣神甲人行洗礼迄位。伊通过遮个咧讲，我捌的耶稣，伊个毋捌是讲我无完全了解。约翰其实嘛咧表现一个真重要的态度，就是咱毋是等甲讲我已经完全了解耶稣是甚物人了，我较要来做伊的见证，我较要来为伊做见证。约翰，你也看讲，伊了解偌济，伊就来讲伊所捌的耶稣有偌济，迄就是伊会做见证。咱有一位会友，因为教会有一位会友，诚做一个作家，伊的名叫做林立清，伊是一位做工的人，伊工厂的工头。伊伫遐将伊伫工厂看到，迄个毋是工厂，伫遮个咧建筑的所在看到，而遮一寡工人的代志写做一本做工的人，真出名，真侪人请伊去分享。但是伊伫迄个所在，毋是安尼，伊出名了，伊就伫迄个所在满足。伊伫2年外前开始去成立一个叫做游戏社创，招遮个家友，甲因组织起来，讲咱来洗家咯，咱来洗遮个真垃圾的所在，去找企业，甲因赞助，去家人，去真济小学、高中，伫迄个所在来将因的校园洗互清气，因伫遐。伊用安尼伫迄个所在来咧实践耶稣基督的价值。伊用伊的生活，用伊的行动，伫遐咧讲出耶稣怎样咧疼人。所以，因为一台车，你会看到讲遐有写啥物？伫迄个所在有写讲洗刷污名，洗出骄傲。因问讲因的。家友伫遐咧清刷伊即个公司真细间的一个公司，会使透过招遮个家友伫遐工作，然后互因伫遐建立因家己失去久久的尊严甲自信。伊毋是干那咧做遮迄落，伊嘛去做甲人清洁人遐的，特别是即种孤独死的老人。因大个所在，因咧做即种的服务，伫遐帮衬遮个，咱咧看，感觉讲是解药，遮个人定心徛起来。林立清用伊家己的行动，伫遐咧讲出伊所理解的信仰是啥物。咱嘛看到讲。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派一位宣教师去到伫日本的北海道。这位宣教师是不论的牧师，伊去到伫北海道的时阵，伊2005年向派到伫北海道，一直到今仔日，日本的北海道教区无要放伊回来。阮那边拢来甲长老教会讲，毋茫阁互伊继续伫迄个所在，伫反牧师。其实，伊家己咧讲，2005年伊去到伫北海道，讲要去遐做宣教师的时阵，伊嘛毋知影伊要做啥物，嘛袂晓日文，就是去咧迄个所在，互受派去到伫迄个所在，正做宣教师。然后伫遐。一开始，北海道阿伊努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的人嘛无要接纳伊，因为过去的教会甲阿伊努族的历史中间，因发现着讲过去教会无接受阿伊努族的文化，所以伫迄个所在对教会有真济的偏见甲紧张。
一个地方牧师去到伫遐的时阵，伊讲伊家己无准备好势，但是经过这10几冬了后，伊真做去互爱女族的人，甲伊接纳。2019年的时阵，伊伫北海道的一间大学咧发表讲，伫台湾的原住民教会怎样帮助原住民的即个专讲内底，一个爱女族的文化协会的一个理事长，较伫个所在讲原来伫恁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怎样咧帮助这个原住民。遐尼甲原住民三甲做伙伫迄个所在安尼奋斗，所以其实通过遮个甲因三甲生活，甲因学习因的歌谣，伫迄个所在甲因分享伫原住民的内底，长老教会所做的代志，一番互对无信任。渐渐去互因看做是因家己的一家人共款。其实，就是用安尼伫遐咧见证讲耶稣基督是甚物人。伫我毋敢讲伊完全捌耶稣基督，但是伊用伊家己所捌的耶稣基督伫遐咧，遮个爱女的兄弟姊妹来传福音。林日清毋敢讲伊完全捌耶稣基督，但是伊用伊理解耶稣基督迄种的疼，伫遐实践出来。咱嘛着问，咱敢有听过耶稣基督咧叫咱为伊来做见证？毋是讲咱逐个人拢爱诚做马街，亲像我他们多问的，讲咱有人要学马街，诚做马街安尼无人敢举手。但是，嘛毋是免咱每一个人拢要诚做宣教士，但是咱着去学习，咧支持宣教士，咧支持马街迄种加拿大的教会的精神。其实毋是干那加拿大的教会尔，伫南部的教会，找派马雅国，找派巴克利，找派这甘威林这宣教士的。英国长老教会、苏格兰教会，因有缘伫遐共款，为着这个宣教士代祷，为着因祈祷，为着因奉献，因才有法度伫台湾做遐尼水的工。咱其实都爱去学即种的代志，咱嘛爱学习要怎样看到耶稣，毋是干那看到耶稣尔，爱去认捌伊，邀请伊进入咱的生活的内底。互咱有灵修的操练，甲有灵修的生活。咱每一个人其实就是咱的生活的中间，来成做一个认捌耶稣基督人，来为伊做见证。福音其实毋是用嘴去讲人尔，讲甲嘴巴转换，有当时福音的效果嘛无拄拄会好。咱怎样甲因三甲做伙生活？亲像林日清甲遮个家友三甲做伙生活，带因去做工课，亲像伫阮牧师伫遐去学遮个爱女的文化，学因的跳舞，学因的唱歌，伫遐甲伊分享伫台湾原住民的经验，诚做伊的见证者。今仔日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。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目前有派出18位的宣教师伫无共款的国家，请咱三甲为着因时常伫祈祷的中间，会记得咱有18位的海外国外宣教师伫无共款的国家伫遐咧宣扬福音，时常为着这18位的宣教师伫遐来祈祷，也请咱有缘共款学习。支持马街来到伫台湾宣教的加拿大教会迄种的精神，为因祈祷，嘛为着因的宣教的事工的需要，三甲做伙来奉献，三甲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愿献上感谢，
虽然有当时，阮就是阮有看到你，阮捌你，但是阮无真正去认捌你、了解你，甚至阮有当时会惊正做你的学生，学你的样式。主求你的圣神，搁一遍，互阮看，毋是干那看到，是看有感动，然后亲亲认捌，甲你有亲密的关系，互阮通真正甲你交流的中间，成做你的学生，你的门徒。求你的神也帮助阮，阮时常会记得差派宣教师来遐教会，因怎样为着因差派宣教师，时常为因祈祷，时常为着因事工的需要来奉献共款。阮通学习即种的模样，阮也通为着阮的差派去伫国外的宣教师，为因来祈祷，为因来奉献。也互阮搁较了解，因伫无共款的国家所做无共款的事工。主求你互阮三甲做伙来为着你做见证，无论是伫阮徛起的所在，也是伫国外无共款的所在，互阮三甲做伙来成就你的国，赢至你国度的降临。愿只搁一遍谦卑伫你的面头前恳求。求你看顾带领，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做伙来读2摆。我捌看去来干净，即个是上帝的囝。约翰福音第1章34节。我捌看去来干净，即个是上帝的囝。约翰福音第1章第34节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520首，520首，请起立。请坐，奉献。
日。请坐。咱来看主报消息报告。第3点，今仔日是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，派黄牧师来讲道请安，多谢黄牧师，也请兄弟关心甲奉献。第4点，礼拜组今仔日第1场礼拜了后，要伫1楼举办写春联的活动，欢迎兄弟来参加。第5点，松山国小生命教育事工伫1月10日拜2上午8点要举行结业式，那请义工老师会当伫7点50伫辅导室来集合，欢迎关心校园事工的兄弟来参加。第6点，1月11号礼拜3暗时8点。要伫吴涵英姊妹府上举行家庭礼拜，请兄弟来参加。迄天的祈祷会会暂停。第7点是双年大学定伫1月13日，即个礼拜5上午10点要举行返校日的活动，特别邀请黄新惠老师来带大家音乐律动，欢迎兄弟来参加。第9点，小会定伫1月15日，就是后礼拜拜日的主日上午9点半，礼拜中要举行圣餐，也要召开会员好会。后礼拜是联合礼拜吼。会员名单已经公布伫报告1楼的公布栏，若是有错误，也是有漏交的，请向当找小会书记张庆仁张罗。若是后礼拜无办法来参加好会的人，请恁事先来请假。会员好会手册已经印好，放伫1楼。为着要节省开会时间，请先摕转去厝里读，1块1本。若是已经登记要摕电子档的兄弟，就毋免摕。若是你摕转去读的，请一定爱后礼拜日爱都摕转来。另外有一个肢体关怀，就是拜六吼，就是即礼拜六1月14号，萧雨虹神师甲林婉莹执事要上午9点半吼，伫即个所在要举行结婚感恩礼拜，请兄弟来观礼，请牧师补充报告。好，咱今仔日欢迎伫咱中间来咱中间讲道的黄牧师甲黄牧师娘，牧师娘坐伫下面，咱拍拍欢迎。好，今仔日伫咱1楼真热闹，所以咱兄弟姊妹若要离开前，会当先留步吼。第一项是一件好事、喜事，就是咱郑妹姐查某囝君毅吼，伊甲伊的未婚夫吼志训吼，因伫2月要来登记结婚，所以伊今仔日因有准备因的喜饼，要来请咱所有兄弟来用，所以咱请志训甲君毅徛起来，互咱认捌一下嘛，替因恭喜。好，因已经传好一份伫楼骹吼，所以咱会当做伙来享用。过来，咱伫1楼，咱有迄个义卖司马县教会的姜，吼，咱因是为着因的建堂，所以因伫遐义卖因的姜一地100块，咱嘛请遐这会当共襄盛举。咱嘛有一寡25号伫园顶的义卖剩落来物件。迄是为着咱教会建堂伫遐义卖，所以咱等下兄弟嘛会当有需要，嘛会当伫遐来看。
啊，你若看到一楼遐有圣诞红，吼，迄个盆栽，你若想要摕转去甲栽培，吼嘛，欢迎咱会当摕转去。好，所以咱伫一楼有真侪代志，吼，嘛有伫遐写春联，吼，所以兄弟诚济咱会当留步一个做伙伫遮，吼，来做伙来参加。好，这是咱来公道，咱为着世界，为着台湾，为着宣教师，嘛为着建堂的事工，为着欢迎的姊妹慧芳甲宇文。为着咱的机体刘道明兄，这是淑珍的弟弟，吼，因为伊的排尿的问题，吼，咱恳求主，吼，医生会当紧紧找出原因来医治伊。詹美龙姐、民主姐、阿淑姐、俊生兄、阿卡姐、赵雄兄来护姐、秋菊姐、邱玉姐、应轩、钟贵兄、张老师、邓妈妈、龚基姐、陈基雄长老、以李素梅姐、方梅姐。谢丁兄、明理姐、谢平兄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幼庄兄、李雀老师。好，那么今仔歹势句漏掉吼，就是咱中间有个郑茉莉姐吼，伊嘛3年久的时间无转来台湾嘛，无转来咱的故乡吼，咱的教会，所以咱嘛拍拍欢迎那个茉莉姐一个，系3年的时间吼，这个疫情的关系吼，所以真欢喜今仔日转来吼。好，咱就做伙为着咱遮的兄弟姊妹，为着教会，咱伫后礼拜好会，嘛恳求主保守咱，吼，为着咱的台湾，为着咱的世界，吼，咱今仔日嘛听到黄牧师讲，有遐尼侪位的宣教师，因伫国外伫遐来宣导，吼，咱嘛为着因的事工、因的健康、因的平安来祈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竞选阮成做你的囝儿。主你啊，互了阮会当伫福音的书顶面来时刻为你来做见证。总是主，阮知有真侪所在，阮无法度去到国外，去到无共款文化的所在。总是主，你差派真侪宣教师，互因去到遮个所在，所以因是替阮去的。阮有义务就爱替因来祈祷，来替因来支持。主，恳求你照顾遮伫国外宣教的遮宣教师，帮助因，互因有平安，互因所做的一切有上帝你的同在甲祝福。阮也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，阮有真侪身躯欠咱的兄弟姊妹，恳求你保守，无论伫甲医生的直接接受医疗，也是遮也是复健遮个逐样的过程的中间，恳求你也保守，互因紧紧恢复健康。欢迎的姊妹慧芳甲宇文，也恳求你保守因的身躯。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阮伫后礼拜要来召开会员好会，恳求主你也保守阮，带领阮，互阮会当做伙伫遮关心教会阮的未来。阮也为着阮的世界甲台湾来祈祷，恳求你看顾阮即块土地，也帮助即个世界。会当有上帝你的疼，甲你的公义伫内面。阮为着兄弟姊妹后一礼拜，阮每一日的生活来祈祷，恳求主帮助阮，互阮所行、所做、所讲，会当合理的欢喜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即时来吟圣诗，圣诗397首，圣诗397首，吟诗煞请陈牧师接导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